劬勞的祭司第17章無帽的佈道團。喺豪威爾將宣教團交俾佢朋友之後冇幾耐，佢收到一封由倫敦寄嚟嘅信，邀請佢下星期去做哥薩特嘅貴賓。佢第一個反應係，我唔可以去，因為去一趟要用3個月，而佢而家已經被召進入更高層次嘅帶導工作，必須全心投入。上床嗰陣，佢仲覺得自己好似好犧牲咁，為咗帶導而放棄倫敦之行。但第二朝，主問佢一句好直接嘅說話：你點解唔去倫敦？佢答：因為我要盡力帶導。主就反問佢：咁你喺倫敦就唔可以帶導咩？聖靈一針見血指出佢老我嘅問題，追問佢真正原因。豪威爾不得不承認：我係唔敢唔戴帽子去倫敦。佢話喺自己屋企同小鎮唔戴帽子已經習慣，但去到倫敦啲高尚人家做客而唔戴帽，實在太難堪。佢知道哥薩特一定唔會容許佢咁樣羞辱佢。佢對人點睇佢好敏感，尤其喺人哋咁熱誠邀請之下，俾再多錢佢都做到。佢承認呢啲全部都係出於肉體嘅藉口，而聖靈根本唔俾佢有任何藉口，因為呢件事本來就係神早已計劃好，用嚟證明佢係順從聖靈，而唔係順從人。有啲人會輕率咁講，為基督做傻事係好榮耀嘅事，但豪威爾話，如果係聖靈直接命令你去做，情況就完全唔同。先人的榜樣。豪威爾內心掙扎到好尖銳，甚至有一刻諗過，可唔可以退出呢種完全信服，每日經歷死亡嘅生活，返去做一個普通信徒，傳下福音，記住貧苦人，好似大部分朋友咁。但聖靈帶佢明白，作為一個活嘅殉道者，對生命嘅要求唔可以超過對一個死人嘅要求。佢知道自己別無選擇，亦都唔敢有半點不情願，除非佢願意放棄做殉道者嘅特權。聖靈冇逼佢，只係帶佢望向十字架上嘅主，無佳形美容，被人厭棄，被藐視，被擊打，被苦待。豪威爾話，喺宣教團入面，我哋成日唱一首歌，他領我前往，我必跟隨。唱呢啲歌好容易，但而家真係要我跟佢同行，卻要經歷咁痛苦嘅掙扎。佢求主俾佢睇見聖經中神呼召僕人做呢啲事嘅根據，等哥薩特同朋友問佢聖經依據時，佢可以答得出。佢同主講，如果你俾我睇到，我就願意去倫敦。如同閃電一樣，主將佢帶到施洗約翰同以利亞面前。施洗約翰只有一件駱駝皮衣，食蝗蟲野物。以利亞3年半住山洞同寡婦屋企，食嘅係最後一點糧。佢明白呢啲就係行窄路嘅力量。佢話，主成日將人逼入絕境，然後我可以笑住話，係，主，請拉我過去，好讓我放低自己。呢一次佢雖然有怨言，但當主用施洗約翰同以利亞提醒佢之後，佢反而驚咗。驚主唔單止唔俾佢戴帽，仲會攞走佢其他嘢，所以嗰日佢故意令自己好忙，唔俾主有機會再向佢要求更多。去倫敦的日子到了，豪威爾嘅母親一早起身幫佢整理好帽。第一個試探嚟了，魔鬼建議佢將帽放入口袋，以防落雨，但佢堅定咁答，攞把遮更好。光榮的勝利。火車駛往柏丁頓時，豪威爾話自己好似行上行刑台。哥薩特已經喺車站等佢，給咗佢一個皇家式歡迎。然後哥薩特將頭探入車廂話，你忘記咗頂帽？豪威爾答，我冇帶帽嚟。哥薩特大驚，咩話？到倫敦唔帶帽？你要搞清楚，呢度唔係鄉下。豪威爾答，咁我唯有返去。哥薩特話，唔係要你返去，我係要你戴帽。豪威爾話，我從來未試過咁同情一個邀請我嘅主人。喺由柏丁頓去皮卡地利嘅路上，哥薩特塊面紅到似龍蝦。半路佢話屋企有頂新帽好貴，唔合佢戴，想送俾豪威爾。豪威爾答，就算全倫敦最貴嘅帽放喺我面前，我都唔會攞，因為唔戴帽係我得着帶導職分嘅一個重要象徵。
哥薩特後來話，佢一生人自尊從未受過咁大傷害，如果一頂帽都可以引起咁大衝突，咁進食又點算呢？晚餐前，哥薩特讀咗餐單俾豪威爾聽，豪威爾心裏知道佢一日只可以食2餐最簡單嘅食物，晚餐對佢其實冇意義，但佢冇出聲。開飯時，哥薩特話，呢啲全部為你預備。豪威爾只好坦白講，未來3個月每日只食2餐，內容係麵包、起司同湯。哥薩特舉手大叫，豪威爾，你點可以咁對我？人哋會點形容我個客？大家大笑。然後豪威爾同佢解釋自己點解要咁順服主嚟倫敦，亦坦白話自己其實同神有過好大掙扎。哥薩特聽完話，賭你為拯救人靈魂願意付咁大代價，我反而慚愧。就算國王邀請你食飯，你都唔好違背上帝。但佢又補一句，不過我唔可以同你一齊行皮卡地利街，你要行我前面或者後面2碼。大家再笑，就係咁。豪威爾喺呢個難關中得到光榮嘅勝利。哥薩特帶佢拜訪其他朋友，佢受到熱烈歡迎，同每個人都相處得非常愉快，包括拉斯多克法官同安德森爵士。主試驗佢會唔會被上流社會影響，而佢證明咗一啲都冇。直到最後一日，主先顯明今次旅程真正目的。臨走前一晚，哥薩特入佢房話，上帝向我啟示，要因你喺我屋企賜福呢個家，好似賜福俄別爾東一樣。豪威爾形容嗰一刻，上帝榮耀充滿房間，佢幾乎企唔穩。第2朝，主帶領豪威爾讀書念婦人嘅經文，然後叫佢同哥薩特講，你知唔知你為我所做嘅，正如書念婦人為先知所做嘅一樣？我亦都要問你，我可以為你做啲乜？哥薩特即刻流淚，因為佢有一個心願。佢話佢個仔睡夫計，哥薩特上尉喺軍隊入面走錯路好耐，而家要由非洲返嚟，希望佢唔再做羞辱家庭嘅事。豪威爾對佢講，上帝要為你做嘅比你所求嘅更大。佢返到嚟之前一定會悔改信主。佢話呢件事一定會應驗，正如主對70個門徒所講，無論進哪一家，先說願這家平安。若那裏有當得平安的人，你們所求的平安就必臨到那家。回應禱告，中等長度版作結用。主啊，多謝你藉住豪威爾嘅生命，再一次提醒我哋，跟隨你唔係講得好聽，係行得出嚟。主啊，我哋承認，我哋好多時都想信服你，但只係信服到唔影響自己形象嘅程度。我哋想跟你，但我哋都好在意人點睇我哋。主啊，你知道，我哋最難放低嘅，往往唔係罪，而係面子、尊嚴、被尊重嘅感覺。今日你藉住呢一章問我哋，你肯唔肯為我難睇一次？你肯唔肯為我放低你自己？主啊，我哋唔敢誇口話一定得，我哋只敢同你講，主啊，如果你要，我願意；如果我驚，求你加力；如果我唔捨得，求你幫我放手。主啊，叫我哋唔係淨係唱我願跟隨，而係真係一步一步跟，就算條路窄，就算要付代價，只要你喺前面，我哋就行。奉主耶穌基督嘅名，阿門。